歌戏国宝杨丽花上新的电视歌戏《忠孝节义》，明仔8点锁定咱台视，剧情都袂走闪。这届和过去的歌戏无共款，加真侪电脑特别效果。 嘴啊闭甲利西西个轰轰叫，这个模样看着真歹，唔若互演员惊一下，个连观众家己嘛安尼看甲流凊汗。台视杨丽花歌戏《忠孝节义》，甲较早无共，这边透过这个电脑科技制作特效，来打造出更明好。动物里面制作，其实我们毛发是有经过特别的处理。它其实你在想象它生物在走动的时候，它毛会有一些飘动。为着要让观众拟真的电脑特效视觉。 剧组团体特别聘请这个电脑特效师，从动物的习性来开始研究，再个豆豆来甲打造每一个动物的这个骨架甲毛草，拢做甲足斗大，希望会当来开创歌戏的新局面，提高这样的制作水平，让年轻人可以吸引年轻人来看我们比较传统的歌仔戏曲。青真的电脑特效，互民众看到真过瘾。不过这对演员来讲，就加将硬斗了。 因为伊都爱一个人自演自导咧比手画刀。看到空无一物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乱掉，但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自己心里在排戏的时候就要对准那些角度。要安怎摊空来对戏？唔若考验演员的演技，嘛就爱来靠这个特效师的功力，当这个传统的歌戏来斗打新的电脑特效，安尼当来变出什么技巧，嘛互观众足期待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